看来江汉苏州闲话真的是蛮发用气的。注意，现在就缺少一个讲苏州闲话的氛围。哎哟，埃面搭有点声音，有人来吃茶，但侪是年轻人。你去听听看，你读苏州闲话讲的呢哈？哎，位朋友，你好。你也是苏州人？哎，我是苏州人哦。咁么你苏州话讲的呢哈呢？啊，会喊伐？你还可以讲一句苏州话让我听听。哦，咁么我讲一句啊，今朝想来想去，带搿个感觉讲去吃有西馄饨。哎，咁么听听也是苏州闲话，再比比味道，像啥有点不对。应该是今朝想来想去，还是带感情搞去吃有西馄饨。哦，也发后个，咁么我跟你学一下，你再听听看。啊，想来想去，带感觉讲去吃有西馄饨。哎，那么对着，不是想来想去，是想来想去，不是西馄饨，是西馄饨。今天你的新湖楼呢是南北方向的，现在变成东西方向了。那那个石门楼呢是东西方向都变成南北方向，现在。那你本地人呢还分开了，外地人来，特别是夜里，要了门心他是门，我要往南开，往北开，你往哪大方向开的是现在，是吧？而且广西呢是啷个蛮城新湖楼，得啷个石门啷个就家处，而且个业务有师傅当里讲个呢，直到最近啊发现，大条楼，个东西方向，得了南北方向，个楼牌个方向，全部搞错落来，个楼牌照了眼旧辰光的呢。好几年了肯定啊。哎，那么你是哪位会发现个啥？我们以前是来了开车辰光，吃上红绿灯辰光，以前停下来看看两旁边个楼，看见发现，那个楼明明之前是南北方向的，哪个怎么变成个东西方向啥？你那你以前是互相属于你大开发兴趣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我讲这这波天，跟你这不是抢样子的。高头不要是把我的屋楼楼可给子拿插到这，要么上面偷偷。根本都怀一点点看不到，眼睛翻到上头哪还得吃的嘞？吃着饭嘛，要不洗脚子忙边上的方法都收了嘞。出来要不扔到窗里拉垃圾的，要不要的，要不收面孔，要不卡高油丝有点两样。结果呢，你看这个都闻不落嘞。我要是死了站，如果想要吃要个饭，来到这天天就想打电脑，搞电脑结婚色嘞，天天又烤又打又磨，烤啥都少个鸡巴嘞，就不能帮我做点事啊？我哪会养着你这个小孩，到这个买的？一点都不让我歇歇，我发现我那个工人一点不都爱走嘛，对吧？如果两个人点都不跟我讲，点都帮我走，说我天天帮我烧饭，时常我要偷鱼。早上上午5点钟就要出来帮你烧早饭，一年365天，天天是个了，哪个样能做到这点？你说如果是开这个哪能办？这该死人是一天发文想到，就是个保我的命。欢迎大家回到《闲话上海滩》节目，我是丁丁，也欢迎阿拉今朝两位嘉宾。我有个感觉哦，现在的小年轻谈起朋友来是高调的来不得了。侬想马路高头手踩踩，或者公交车站个搂抱抱啊，老早子谈朋友好像不是搿能介的吧？从前搿种情况不大有，不大有。假使要有嘛，阿拉迭个电线木头下头啊，搿些路灯坏脱的。哦，比较昏暗。对吧？搿个作些难办还行得是。那么王老师，老早子谈朋友是不是好用“丫丫叫”3个字来形容？完全可以，非常可以。应该讲，老正确表达方式就是“丫丫叫”50年代之后，一直到80年代吧，老长段辰光，就男女之间的亲密的，来公开场合亲密的程度，伊搿只尺度是非常严的。哦，比方讲手踩踩搿种辣子啊，最多了。啊，手踩踩辣子，侬来马路浪向如果打开始个闲话啊。群众，搿我叫群。你这个吃点好食材。哎哟，叫糕子都吃走，叫一点都给盐糕子好起来了的。盐糕子包盐糕子蛮好吃。你觉得你哪吃好了？是一块一块再好吃，包盐。像葱花甚至再好吃，那么盐好刻好，你要刻的辰光多。给水呢刻成那么别太，那么爱包眼盐呢，就爱手来抽抽嘛，切好子嘛，但也爱盐。那以后子嘛，你要弄正好子把它盒子里炒，上酱嘛加了稀蛋，倒水头包一囊，泡泡水。过香来了，好吃了就倒水头，它这个给什么高度呢？对个，对个，里包上酱它是倒水，那么炒。等来吃呢就2周炒，炒了吃就2周煮。
这里呢是文乐里的北榕，原本这个房子边上呢是一个绿化带，老百姓都蛮满意啊。非要到啥辰光开始呢，街道里造了这个种房子，房子一造呢，带来蛮大的后遗症，老百姓意见了来这个头。原来搿它是绿化地，全部绿化啊，绿化嘛，后来伊来造了一堵墙头，我不同意啊，不同意嘛，要么我到社区里向去讲，搿主任呢，搞本伊讲，那么一说这个好来，本来这样子，你好跑进去，搿到我想，那么也是一个解决办法，要是本来只有那个收回脱，我不能跑出来，好了。那是等下现在没办法呀。那墙头弄好嘛，是要依赖了。啥人过来帮我啊？伊讲我门关紧，反正我这个地方是我的了。伊讲堆垃圾全部堆了俺隔壁。哎呀，各位新老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哎，虽然说你马上要忙了过年的嘞，这我阿明呢，哎呦，事体啊真当多了。但是啊，跟电视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，每个礼拜一次的聚会。我是不会错过的。那在来到这里呢，有一件事体要同朋友们打个招呼嘞。从下个月的第1期开始，我们的节目啊，将改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7点40分跟大家见面。这到辰光啊，各位新老朋友一定要再来捧阿明的场哦。哈哈哈。好，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回顾了这个周星星啊，他的艰苦的创业史。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再来看一部他来到年纪轻的辰光拍的一部作品。叫《上海滩赌神》，哎，这看过以后，大家可以同现在的新片《功夫》做一个比较。介许多年的嘞，周星星的电影到底是个改编呢？哎，我自认为啊，他这个头发啦，要比以前白的嘞，这背呢还要比以前大的嘞，这好少我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阿志讲之。上年500年，疯狂五巨无第一场黑戏，伊拉直播开发中心人心广场之行啊！现场呢也吸引了交关市民来参加。那么这次黑戏比赛呢，分成3个环节。第一个呢是我介绍，第二个呢是才艺展示，还有呢名题表演。那么我选手表演到之那下，那么从今朝开始呢，搿位选手啊也会得一件件伊拉外个阿志光子呢，带大家录个像。那么外国观众朋友呢，也可以当街当大众评审。大家好，人叫徐峰。小个辰光呢，是啦双亲哦。那么做啥叫双亲哦呢？那么搿面试就是讲有2只亲啊，一个呢，一只亲呢就是那个平常上地面了哎。那么还一只亲呢，有那个高登队了哎，搿边还个高登队，高登。这多婆媳关系的交关难处理的关系，但在新昌县朝廷社区朝廷新村有位好媳妇叫姚正军。现在也一把卧床不起的1800多个日子里，日日悉心照顾86岁的婆婆吃喝拉撒，10多年的余年。以我终有一日了，我也会变老。姚正军的一片孝心，因此成了留存在社区里的一段佳话。走进婆婆上小学了屋里头，姚正军刚刚来代表一把为尿不湿，因为一把生糖尿病，每日伊就要给老人换7-8次的尿不湿。3餐饭不得得就是，哎呀，咱们呢天亮头嘛，在来掉啊，日帮夜帮，假的难帮，这个别人熬中送到派出所去啊！与我，我第二里出了本书，哪去呢？等等，这本唐伯虎刺激是什人啊？我再三等着讲过了。我屋里向不允许出现唐伯虎的东西，这本是什人啊？给我看看精神。曲香，你晓得吧？我快点讲。夫人，我晓得是什人哦。讲。是小阿弟。你有吧？觉得小阿弟石头也好嘞。老王，找我来动。小阿弟找出来。小阿弟就是我了。既然拿精神来，好。偷吃自己专业兵子，预改啊！这，老家我也是人报人的，我先至于报眼人报我要帮听听。可比你报呢？厂里厂去一日红高枪哈海秘密，到厂里讲偷出去。这头林子啊，该加油草，特别多子啊，该有个王八咋会摘了？哦，好，快点走来打气，12个钟头之内，把那病人嘴巴里被吃了气呀，谁说毛病痛的来？
4年还比活人啊！哦呀，侬啊！老板娘，哎，阿福，俺老公咋过节了？几夫妻？哇，我顶顶我这把头好做的不做了，这好的老公不灵客气了。我说快小青，侬快点去养一只呢，给说灵芝草呀，灵芝草，有没有高出天机了？